注意看，两只蜗牛有白色的哦，两只蜗牛有白色的啊。注意看，两白色的要接触了哦，白色的要接触了，注意看，哪一只是公的，哪一只是母的？现在看得到那一只可能是公的，母的早就收掉了。那公的好像里面好像还有一只管子嘞，比较有点黄的管子，原来是从那个触须后面不到1公分的地方伸出来。哦，原来头可以伸得这么长啊！蜗牛的头竟然可以伸得这么长啊！南无宝济院，南无宝济院，南无宝济院，收起来了啦！南无宝圣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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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宝济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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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宝圣院，南无宝圣院。而可见那个生殖器的位置不一定是在屁股那边呢。你看这蜗牛就在头的触角、触须，那两根好像天线，那叫触什么？触角呀，都在触角附近呢。哪一只是公的，哪一只是母的？会爬上人家背部的那个是不是公的？哎，为什么要把头收回去呢？哦，你看，哎呀，竟然头，竟然头会接触啊！哎，竟然两只头会这样接触啊！